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红姨顺月尾，假当害正人。人若过了袂顺，搁失志的时阵，会想讲去庙里求神拜佛，还是讲找算命先生来甲你指点一下。算命的嘛真巧，你要问事，才开一个头，伊就有法度顺你的话讲甲有影有只，互你完全信道。这句俗语就是讲，红姨知影爱顺你的话来互你信，假的当机嘛会假鬼假怪来骗你。你若是无够理性，无够定着，是会互骗去的。爱注意，毋通迷信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